马文敖早，叫文敖早吼。昨昏是读到倒位，煞袂记。西罗大，百元，百元好。昨昏读到百元，咱继续吼。1650年3月18号吼，即天你开即个地方会议，是南路春社的即个地方会议。咱昨昏即个人事命令啦吼，地方会议就是公布这尔。人事命令读到即个百元社遮吼，以下春社是伫个百元结构一带吼。伫百元伫巴比派伊的部人 Varagos 早灌汤来，伊和亲自出色的迪加里马岛拢继续留任。来是苏达拉代，即个社现在已经无啊吼，即个迄寡家庭拢已经分散，有一寡人伊佫迁徙转去山区。再来是山猪门。苏迪莫吼，西罗亲自出色，塔拉戈多派伊的后生送灌汤来，两人拢继续留任。对索尼瓦长老叫做 Tigonini、Tidaramodis 和 Velodan 拢和旧年相反缺席，毋过 Velodan 将伊的灌汤交互团岛 Olive。Olhoff 拍毋对，即支灌汤现在该收回，显然因对即个地方会议完全无理了，因此命令团岛 Olhoff 也爱甲另外迄两个长老的灌汤该收转来，并且先将该社看做是反抗的部属伫个东斯马克代阿达亚即个所在，伫宝贝个新路，伊的灌汤前已经由团岛乌福来收回，因此阮命令该团岛爱设法伫个该社，佮上一个长老并且将交一支灌汤互伊。伫个西斯马克达亚拄则是东，即嘛是西伫沙基诺和旧年相像，又搁缺席，因此命令团岛乌福去收回伊的灌汤，一直到因确实来遵行阮的命令。伫个沙巴诺尔，伫波罗罗扬也甲伊的灌汤交互团岛乌福，由阮收回。乌福到时呢，将会去探听该长老缺席的原因，然后要按照情况来办理。伫个索巴萨利是伫波罗罗扬缺席，但是派伊兄弟早灌汤来，规说讲破病，所以搁再继续留任一年。以下的村社是伫个大德基东边大德基东边的山区呢。大德基毋知啥物所在，我查一下大德基看找着即个地名无。德是沼泽迄个德啦温德的德啦基是机会，基是汉字迄有呢。来，伊基必可有收叫做武洛社，武洛是台湾平埔族伫屏东平原近外大武山的古部落的名，属于马卡岛凤山八社之一。1722年，黄书进黄淑敬所写的即个
大海这个茶要哪念啊？我查一下，台湾史茶录吼，我较早捌查过啦，结果嘛是个袂记啊。头做渣吼，渣就是臭树啊，叫做渣，或者是铺伫水泥的茶，所以叫船啊，吼，竹排啊，三排吼，这种就叫做渣，一个汉字的意思啦吼。我袂记，转来这个伊基要考遮吼，1722年黄淑敬所著《大海数杂录》吼，翻属六考第7卷吼，南路凤山藩第一有记载，武洛社一名大竹基，一名尖山啊。我下底我哪甲念者吼？来林捌即个即个社。号伫1636年12月20号，日咱野城日志记载讲，塔加利昂社东边山区有7个村落主动往荷兰人来谈和，其中有一个村落记载叫做德达基昂。1647年以后的荷兰时代的台湾番社户口表南部集会区记载有德达基昂、德达基站，学者简经营简囧人这里我查者我嘛不要读，囧。囧敢若就是做军将啊，迄个把囧，迄个囧，但是我无确定把囧囧是对一个吼。经吼，经简经营吼，对啊，学者简吼，姓简名叫做经营，经就叫迄个囧吼，林就是林外林。简经营认为讲，即寡荷兰记录中的村落，就是清代文献中的大竹基。伫1722年进前的清代文献，拢将武洛社记载做大竹基。1722年大海数杂录，以及1762年中修凤山县志开始记载做武洛社吼。一名大竹基，一名尖山啊。随后的文献拢大部分记做武洛吼，武洛啦吼，洛是洛阳的洛吼。大竹基渐渐伫个文献中来消失。日治以后，就是日本时代以后，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武洛社古迹应该是伫即嘛，差不多是屏东县李港乡的武洛。1910年完成的石番户口以及沿革调查，认为武洛社是伫阿里港吼。学者李国明根据1762年中修凤山县志记载，武洛社离县城60里，阿里港离县城50里，所以认为讲武洛社甲阿里港街是无同的两个组合。我无去念啊，踮遐学者踮遐咧考察吼，无一个结论。好，无啥物特别好趣味的物件，我看嘛。哇，这歹读啊！这武洛社人口虽然无多，但是因为逼近青番，民风剽悍吼，剽悍两字我拢袂晓读。番属六考记载，这是番属六考，就拄则迄个大海数杂录内底吼所写的。这文言文啊，所以我讲歹读就是迄种全文言吼。
武洛车，哇，这我拢不晓读，就算是外语我嘛读袂出来吼。他做痔吼，痔是一种恶鸟，足歹的鸟就对了吼。等下吼，字还未查了。汉英名叫做汉吼，剽悍迄个汉吼，汉。讲武洛车性齟悍，就是歹鸟嘛，一种恶鸟，性地歹吼，性齟悍，逼近加罗山，先是加罗青番，起骑车小人迷，欲灭志，就是因为伊近我即个山叫加罗山嘛吼，所以伊即句看无甲有先是加罗青番，起骑车小人迷，应该是讲欺负即个蛇人话嘛，要甲灭吼，欲灭志，士官救急蛇番，枉斗大败青番。啊，好啦，我无爱读啊，读甲想袂到这文言诶。大特机啦吼，知影就好啦。无啥物趣味诶物件通好读。以下村社伫咧大特机东边诶山区呢，吼，都遮讲阿里港嘛吼。但是我毋知阿里港伫倒，我查一下阿里港。尖山啊，即嘛是应该伫咧美浓内底吼。讲武洛社考据啦吼，武洛社并部族可能是对该地迁徙过来，一般其他学者认为讲两者是同一个聚落。符合文献中武洛社逼近加罗山、美浓塔老社。我先查一下离港，屏东县离港乡啦吼，一个所在叫武洛诶县。好，找到啊！武洛福安宫吼，武洛是一个小聚落尔啦吼。我感觉因即个聚落人，原来厝拢住足晏。离港，武洛离港佫小可76路。就是你若捌去过高雄县吼，即嘛较早叫高雄县吼。这啥？国道3号伫咧即个3号和10号即个交界车吼，东就是3号，你若赖遮东行，就是会使到倒位啊？到离港。蒲公山爱过蒲公山啊，过东吼，就是离港。伫咧屏东市诶北边吼，屏东市去是九如搁去就是离港。好，转来遮大德基吼，武洛啦吼，就是所以讲诶就是即个位啊吼。以下村社伫咧大德基东边诶山区呢，伫卡巴道、铁达拉邦和塔贝里昂两人拢亲自来出色。
继续留任。第三个长老名叫做 Tigramotis， 应伊的请求，互伊辞职咯，并且将迄支权杖收回。对苏巴沙巴西长老走无来，伊名叫走传道奥福里要讲伊是因为惊兄毋来缺席，因为伊的权杖放弃，因此命令奥福去查究原因。下日的春社是伫个基尼托湾结国一带是伫个沙多湾，又搁称做基尼多湾、东国多湾，或者是阿里多湾。长老迪萨和迪巴巴，这两个人拢是查某，拢无来出席。迪萨派伊的查某囝叫做拉卡兹揸着权杖来，而迪巴巴是派伊的仆人叫做布罗罗扬揸权杖来，因此因两人拢搁再继续留任一年。伫个塔罗阿迪港、提达马罗多甲迪耶利和走这三人拢亲自来出席这个地方会议。已经过身的长老基努昂林格的某名叫塔伦布，派伊的查某囝名叫做马仔送权杖来，因此头前这三人拢继续留任。对于苏拉比桑无人来，根据传道汉斯奥夫报告，该社已经被雷旺社人放火烧害去该社的人去附近的村社住，伫这情况之下，公司的权杖大概嘛去烧去伫沙巴基达朗、迪西沃利和旧年相相缺席，因此命令传道汉斯奥夫去探听伊缺席的原因。若是有需要，就要甲迄支权杖收转来，一直到因确实遵行阮的命令。伫个沙巴努克长老提西米里纳和提亚里管拢和旧年相相缺席。根据传道汉斯奥夫报告，这个社和雷旺社的人拢是去相拍这个苏拉比桑社的人，因此命令传道以后搁再去详细查考究竟，以便到时阵去严厉处罚这寡人。对索罗沃罗这个社是伫个排湾社东边，长老名叫做卡拉拉，也缺席也无派人来伫瓦索岸选任已故长老卡拉波安的后生名叫提萨戈德来做长老。伫特拉米米山、迪戈罗亲自来出席地方会议，搁再互伊继续留任一年。对图杜拉巴彦、提巴西金也亲自来出席，继续留任。对新塔楼，这社约了18户，是伫个塔楼社东边，是最近才建造的。长老名叫做提布诺，也亲自来出席，劝勉伊的表现良好了后，搁再互伊继续留任一年。上述的村社按照这个方式叫唤处理了后，哪一对全体甲会长哪一对全体与会长老来宣讲伫北区地方会议里所讲的各项要点，也甲因讲，若是有村社或者是家庭想要对山区迁徙变地，毋免向阮或者是阮的荷兰人来申请，就会当来迁徙。但是住伫个变地的人无甲阮讲，以前不得前往山区，也不得徙去他厝。若是需要迁徙，就要先来向阮或者是阮的荷兰人来报告，然后一切才由阮来决定对因上好的安排。也甲已经接受基督教教育的村社长老讲，
因必须要按照惯例供应米予本地人教师，就是每一户每一年提供10斤米。对此，因拢答应会遵办，也因全体警告讲，对因全体警告啦，读做便条警告。若是有人去抢劫别人，无论是无论是规定去，或者是单独去抢劫的拢一定会受到处罚。如同马龙吉社人最近去抢劫普农社人而被处罚安尼，或者是将会遭受到被害者或者是其他善良居民随时来攻击，随时来攻击，阮也将会斟酌情形，阮也将会考虑这个情况来对被害者来提供协助。最后问因大家，敢有问题要提出来问只敢若有大目连社的长老为着因一个人名叫做辛果，会讲，迄个人以前因为通奸而被用铁链锁起来，现在因为因的请求来甲伊释放，所以大家就伫咧约了下晡1点钟起来，厝好倒啊以后，各社长老又搁顺序入座，用食物甲饮料款待因，也无加抵找啦就是天暗以后啦因就各自转去各自回家。长官和其他的荷兰人也转来这个城堡。3月19、20号的夏日的天气，3月就夏日天气。透北方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坐242个人，就是有6只篷船来自西南沿海，再有62捆的粗纸、8担的白丝、20订的黄金、240袋西菱、340包薰草、153担盐、19个大铁锅、25罐山水酒、200捆的稻罐甲1篮的地米。8只高野船来自南方，再来138担的咸鱼、10篮鹿仔肉、18捆的鹿皮、270担茶甲67支牧羊。也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平湖，坐6个西南人，一干仔载綴床软。这个昨昏这个3月18号这天的电话会议，无看到因骂因讲恁爱啉酒，北区的拢去互骂，叫荷兰人甲因骂讲爱啉酒，南区拢无。3月22、23、24、25，3月嘛是足冷的啦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我较早做兵的时阵伫投落我的印象我一直对迄个所在印象就是天气足好。就是好天的时阵较侪啦天气足好啊。因为我伫身着大汉身着风足透，尤其是冬天时阵风足透。迄也袂，遐冬天是袂无风的好，所以我咧想讲，伫台南应该是嘛是啦。虽然讲我是毋捌伫台南住过，较早虽然伫高雄住过，无啥印象啦因为伫高雄住伫高雄迄一冬凤山一冬的时阵，我做实的所在大部分拢伫咧台南县。印象中我迄当阵定出去做实的时阵，拢是热天，其实足热，真正足热。阮做实的时阵，大部分拢伫咧厝顶，伫咧人迄个大楼啦
出无得，俗落也无倒味啊。好，继续看咧吼。今仔日收到一张对卑南寄来批，是由2个士兵对陆路送来，主要内容是伫东汉还未帝号的迄寡村社，就是巴泽拉的社、特维鲁社、苏布拉社吼，有些汉字叫做大港口社吼，含因的共党，若无帝号的意愿。还佫对阮的友谊表现出佫较侪新的敌意啦吼，敌意。最近特维鲁社的人装作讲要和阮和谈，完全阴险奸诈来对阮的友好的扫北社的野队剁去一个人头，因此士官 John D. Blue 已经无法度和即种凶恶的人委婉和谈。伫得到阮进一步的命令以前，将会互因继续维持原有的状况。上述的士官也送来一张卑南所需要的粮食甲其他需用品的签单，也请求按照往年的做法，派几只船送去遐。啊，若无因偌久就会非常困迫。不过今年毋免对遮载米去，因为上述士官已经用空言布含原住民换14000磅的米。这几工验出真侪西那生理人所载来假黄金，因为因假说讲家己毋知因此就特行去互因。不过命令因爱尽量较紧来通知因伫咧西那的代理人，因来抗议，并且甲因讲，若是佫继续载即种假黄金来，必将遭受损失。有一只篷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入港，坐39个人载来下底货物，30篮的白丝，3包西零，70桶的精米灰仔，150个大花竿，甲4捆的粗纸。第一道看到载花竿来大花竿。3月26日26、27、28。好天方向多变，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合计载78个人，载去下底的货物：30担的鹿仔肉、68担的咸鱼、4担的糖水、829尾的帝王鱼，甲60担的鹿腿。也2只篷船航往平湖，合计坐31个西那人，只敢载90袋日本米甲2担的糖水。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坐80个人，就是有3只篷船来自南方，再来40担茶、2篮咸鱼、6篮鹿仔肉、80领鹿皮，甲100桶的石蒿。有一只篷船来自平湖，再来7只牛。有一只篷船来自西那沿海，再来2担的地米甲2担的黄菜头。啥物叫做黄菜头？黄萝卜。3月29、30、31，寒冷的天气，透北风。本来进前讲热天的天气即马佫寒冷的天气。这3个春天。今仔日写一张批寄去卑南，互士官 John D. Blue。答复讲本9月25号收到伊的来批，批里命令伊迄寡敌对的村社，巴泽拉的社啦、德维鲁社啦、苏布拉社大港口社、德罗马社台南社德罗马就是台南社啦苏布拉是大港口社对迄寡敌对的村社甲因的共党显然无爱帝号，因此以后毋免佫再去操心帝号的问题就像以早安尼，甲即寡叛徒当作敌人看待。上机会命令咱友好的村社居民去追杀因，特别是最近又佫对阮友好的扫北社人强迫对即个扫北社人强迫就是欺负即个扫北社人的即个特维鲁社人，爱甲因
迎头痛击吼，迎头痛击吼。但是因为阮听讲卑南人真无愿意去攻打大南社吼，因此伊嘛命令上述的士官毋通去为难因，搁较毋通搁去强迫因吼，着爱互因家己照家己的想法去做。今仔日也有3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做128个人再去下迄个货物，250担的鹿仔肉，143担咸鱼，5担陆军，22担蚵仔，832尾帝王鱼，200担虎椒，70担苏木，70担紫檀，20担麝，2担丁香，18担橡皮，甲25刀家己要食用的米。过来4个嘛足重的吼，非常重的吼。4个1号到1号1、2、3、4、5、6，写做一篇。4个敢若写2、4、6、8、9篇尔吼。到袂歹的天气，风大部分是对北方吹来。今仔日伫福尔摩沙议会呢商讨几项代志，其中决议福尔摩沙村社会发北，因为决议录所记载的理由，今年基本上游玩会照以前的条件，伫个本国月19号来举行。19号记日子，有记这日子吼，读着。而且为着要互在地厝地的人会当得到更较侪、较俗的这个鹿仔肉，决定要甲鹿仔肉输往西南的出口社对每一担4斤，这是啥物意思？每一担4斤的里尔，提高做6斤的里尔。斤是伊的单位啦，里尔嘛是里尔毋是就是钱的单位吗？我看无吼。伊后壁有一个我荷兰文字较叫做 Lich Realen 就是 Realen 就是里尔啦吼。又搁为了要互村社居民尽量较少被西南人威胁甲绑架，也决定要甲绑架啦，这才是绑架。也决定要甲绑架的条件，每一个人说明清楚，就是将来原住民得以将因的货物按照因家己愿意的价钱来出卖。如果和因村社的白商若讲袂好，就会当将因的鹿仔肉、鹿皮甲其他货物来炸来台湾遮来卖，也会当炸去因认为讲会出上悬价的任何的其他村社的白商遐去交易。但是白商必须要留踮咧家己的村社里交易，不得去村社外面，或者是去其他的村社里，或者是其他村社的野外交易，以免去抢夺或者是破坏其他白商的生意。就是你袂使下个界线讲去占人的地，去踏人的地盘。但是别人地盘的原住民也认为讲，这个所在的白商介绍处了伤罕古，伊天互摕去别位去卖，保护这个原住民就对啦。因为你想会到嘛吼，这个白商伊来白，比如讲白这岛这个村社，讲我要甲你白，比如讲500里尔。伊就爱去抢啊，伊爱去抢迄个税金，甲即个原住民抢来，比如讲抢600里尔，伊家己留700，就趁100，对。所以绝对是抢愈多愈好吼。为虾米讲？为虾米讲？可能会去伤害着原住民，就是安尼吼。又搁因为最近听到真侪关系着伫个福尔摩沙的庄卡咧偷牵牛的怨言吼，因此也决议将来也未来处地处理税务单位刣牛的许可证以前，任何人拢不得刣牛，爱来申请许可证的人，必须要将要刣的牛
当作早来互指定诶人查看，以便由指定诶人伫咧台湾以及伫咧车坎内编列清单，用来查明偷牛诶偷牵牛诶情形啦。即个讲细汉偷挽匏，大汉偷牵牛吼，这是庄家会发生诶代志啊，偷牵牛。其实足罕咧听过啦吼，虽然有即个偷牵牛即个事，但是我细汉诶时阵，足罕咧听人讲牛去互偷牵。较早阮饲牛吼，比如讲，我甲牛牵去溪埔边，溪埔迄个草埔顶头，啊，甲别个，譬如讲找一个所在，钉一支乞啊，就甲牛钉喺乞仔顶头，吼，啊，安尼牛就是互伊说绑条诶嘛，吼，啊，锁牵长长，啊，牛就踮咧遐食安尼吼，无一定是乞仔啦，有时也是绑伫个树啊，绑伫个迄个杆网诶吼。我细汉诶时阵定去溪埔耍啦吼，我其实伫溪埔边大汉诶，所以伫溪埔边看到牛是足时常看着，逐工拢看着，你去就看会着就对啦吼。啊，一般其实边仔拢无人咧顾，拢是牛就是绑伫遐，所以嘛自细汉都毋捌听讲有人咧偷牵牛吼，所以其实足罕咧听见，我毋捌听过啦，讲实在我毋捌听过吼。好，来继续。有下列的船只对几啊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做129人，就是有4只篷船来自西南沿海，再来232担盐，126捆的粗纸，49个大铁碗，10罐的山水酒，12鼎的黄金，3包的西菱，8匹的椴，甲2担的白丝。我最后一道吼，看到迄个水边内底钻牛安尼吼，水边内底钻牛是啥物情？就若敢若落水饺安尼内底钻，满钻牛就对。我最后一道看到即种情形是伫个读大学诶时阵，毋是，我已经咧食头路，我咧倒一食头路，迄阵我咧食头路，大学毕业偌久啊，食头路，讲退伍食头路安尼。有一道我家己驶车去佚佗，敢若是去东。我若印象中我是伫咧东华，伫咧花莲遐，我是看伫咧一个水边啊，内底有，毋是介大啦，细细啊水边啊，内底钻牛安尼。最后一道看到遮侪牛，就是迄道尔。即摆已经无啊，我即摆已经看袂到牛。我即摆去溪埔边，我有时转台湾转去溪埔边吼，毋是有时我迄当进前我定转去就会去溪埔边，因为阮爸因含一寡朋友伫遐种一寡菜。啊，我逐遍转去都会去溪埔边，从咱捌看过牛啊，因为无牛啊，即嘛无人咧饲牛啊吼，至少阮新竹遐无人咧饲。有一只北上诶篷船，一只篷船来自澎湖，载有8只牛甲13只山羊；一只北上诶篷船来自鹿港，载来60担诶鹿仔肉，400领鹿皮甲25担诶鹿腿。好，4号、7号、8号、9号、10号。其实我伫咧读初中诶时阵吼，初中、高中诶时阵，捧田即种代志，就是犁田即种代志吼，拢一定用铁牛仔咧捧，铁牛仔就是耕耘机啦吼，用铁牛仔咧捧。啊，迄当阵嘛是阁有牛，就是像迄当阵阮外公伊嘛是阁有饲牛吼，啊牛嘛是有咧用，就是讲迄当阵因为你铁牛仔吼，就是耕耘机咧捧即个田诶时阵吼，田花边挖即个路挖田花即种边啊、角角啊即种所在，迄个铁牛仔是捧袂着诶，啊所以即种北边啊吼、角角啊即种边啊、角角啊所在咧，都爱靠牛来犁，啊所以迄当阵阮外公嘛是有人请伊去犁田吼，犁即我拄则讲诶即边啊、角角啊即所在安尼。这是我我最后知影诶牛诶利用诶方式啊吼，啊过来就即嘛就拢无啊，我想即嘛应该铁牛仔有法度去捧着边啊、捧角角啊吼，
无需要更久。好，4月7号、8号、9号、10号，相当温暖的天气，风大部分是对北方或者是西北方吹来。有一只北上的帆船对这出航前往南看，载11个新仔人，载去40支大的7百刀、25担盐、100包薰草甲15袋的米。然后两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37个人，载有下日的货物。33担咸鱼、3担蚵仔、6担糖水、194尾帝王鱼甲40袋日本米。然后4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所以载日本米去西南吼，所以表示即马已经即个欠米的情形应该结束啊吼。然后4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100个西仔人，再来下日货物，170担盐、29罐山水、32捆的粗纸、20担的铁、10锭的黄金，甲7担的白丝。今仔日甲要发北福尔摩沙春社的条件，按照阮本国语6号的决议，用荷兰文甲中文公告，以便大家有时间来考虑。过一礼拜吼，4月11、12，过一礼拜要发北啦。我意思是安尼。风甲天气如同以前今仔日迄只小领港船，按照阮本国语6号的决议，载着避难所需要的粮食甲称纸等等的物件吼。出航前往避难，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偏乌，坐26个新仔人，载有下日的货物，125袋日本米，哇，遮多呢，载去偏乌。15袋大麦、1担沙鱼油甲3担的糖水，然后8只帆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276个人，载有下日的货物。368担咸鱼、3担陆军、3担藤、15担鹿肉、17担糖水、2担虾仔、7担蚵仔、1207尾热帝王鱼、90担子弹、230担酥木、40担的即个盐、140担的镲、300担胡椒、30担的丁香、5担三级品的即个绿豆蔻，甲22袋的木香，然后一只北上的帆船对遮出航前往德产，坐22个新仔人，载去125担盐、150袋米、40袋猪仔，甲10篮的乌糖。然后两只高野船航往南方，坐12个新仔人，只敢若载底舱物。看到这个，伫将近400年前吼，都有人安尼出入，有人载货来阮德产遮吼。我想讲，德产其实历史有足久啊吼，400年前都有安尼的即个商业活动啊。4月13、14、15、16、17吼。持续温暖舒适的天气，风向不定，但是大部分是透北风。有8只帆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77个人，载去334担咸鱼、5担鹿仔肉、4担海红油、14担糖水、20担虾仔、140尾的帝王鱼、150担的酥木、30担盐、30担镲、20担胡椒、45担鹿腿，甲36袋家己要食用的米。然后两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109个人，再来下日的货物，183担盐、1786包薰草、34捆的粗纸、4罐山水酒、120捆的稻罐、100袋空安布甲20袋西莲、
做上述两只旁船来的新仔生理人早消息，带来消息，就像因所讲的早这句啥物事？我哋就是早消息来处对啦，带来这个消息讲，死老和其他伫死仔生理人被验伫控诉因伫精炼黄金的时阵参假关于此事头前3月25号已经记载。又搁讲，因和其他人为着冒险甲利益，捌一再输出这种互各精炼过参假这种黄金。因答应要甲这寡参假黄金以7两精银换10两重的参假黄金，对此地搁再转去死仔。商业诈骗就对了。4月18、19，风甲天气大部分lu动前几天19各位搁会记得，今仔日这个发北的日子到所以咱今仔日会读一罐落长的这个清单，毋是真恐怖啦，看起来是真长，但是袂介恐怖好，就是要白话的这个介绍风甲天气大部分是lu动前几天，今仔日下晡按照历年的惯例，伫公司的庭院，按照阮本个月6号的决议，将公司和去年全部福尔摩沙春社、河川甲渔场渔场拨互出价上悬的人，结果如下：新港982号。小人1900，单位拢是2号啦，我就不爱念啦小人1900，转押什么意思？发现后一押就对了这应该是总价啦总价是2882啊。过来，应该是一押伊就统计小价安尼大目杠375。目加入园1004，麻豆2850麻豆若是阁是真大的一个春社大武拢7500，道路国1250，猪肉山5250目前上悬的猪肉山，塔里木3000，鹿港2600，大细这个东螺甲西螺啦5000，二林3550，本港溪，这条溪毋免缴纳所有乌鱼的11税，但是输出者必须要伫台湾缴纳出口税互公司，罚金1200，打麻3000，土库又搁称做高温2500，竹杉甲新港2700，南坎溪600，小价39655，崩山205，牛妈700，好无人7550，目前上悬的咱知影好无人这个社是足大社的7550，大墩又搁毋知啥物所在，大墩又搁称做 T'Challa 2750，豆沙毋是豆沙达拉姐和豆沙马豆，中文称做南豆甲北豆。南豆咱知啦北豆伫遮应该毋是淡水遐的北豆。这两社以前伫大武郡社咧交易，但是今年因为有理由，所以来甲伊分开来甲伊发北。南豆甲北豆是850，大武郡如上所述，豆沙的达拉姐和马豆拢有家己的北商是1600，大塔加杯人是300，阿里山750，阿索
高坝，马布沙哦，马布萨哈，马布索哈，汉字是安尼写，但是我敢若捌看过巴布萨这个平埔族吼，我咧想应该是这个巴布萨吼。以前伫个大都的三社交易是150以上小价54,255。大都三社以及博巴里昂社如上述的这个巴布萨已经有家己有北商是2000。内湾、内新安、Marlies 甲这个地罗馆是200，龙桥地区850，放索啊300。哇，这个南路的村社拢足俗的呢。龙桥地区850，拢无过千的吼，放索啊300，家庭甲热社650，麻里麻润400。大白莲750，鸭猴800，塔楼甲大竹机1000米，咸水溪甲清水溪中间迄个新的航道的路线，并且该航道的渔场吼是300。这是北上，就是大家竞标吼，但是用标出来吼，所以绝对是会反映迄个所在的迄个收成啦，迄个所在的迄个利润会当收偌济嘛。啊，你嘛知影这台北的足侪应该是汉人吼，所以应该是算甲无应该是袂差别袂介济啦吼，真正白金遮少，表示就是真正收袂着吼。好，以上合计小价61705，过来是小琉球岛，伫1647年8月6年，每一年175。伫普罗宾西亚市镇就是赤坎遮吼，以及赤坎的猪是太猪的啦吼，猪肉售价不敌原价每一斤6个 Stuvius， 就是30 cent， 而且必须爱每一日供应9额需求的猪肉吼，2300里尔。公司的哪田蓝田，我毋知为虾米叫蓝田吼。约130亩梗，差不多130架地，加上33只金牛，就是牛啦吼，使用1年，吼安尼，甲我来算1年吼，550里尔。若是有金牛死去，牛若死去，北商必须爱一只爱赔偿20里尔，该地11座免落，小价64730里尔。奇怪，这个小价是安怎算的？我来看看。哦，我想讲顶头这才三加我来无到3000，为虾米是6？伊小价就是含进前的做一个拢算出来，算到遮64000外里。过来继续后一页，伊这小价就是现页的时阵小价。由公司发北的海上渔场名称如下：芒港附近的北昆新900里尔，南坎700里尔，芒港附近的嘉亚500里尔。嘉亚就是伫遮啦，之前看到嘉亚遮只船伫遐，是芒港附近吼。过来是南加甲暴风是700里尔，暴风这毋知啥物所在。过来是加底亚岛800里尔，后昂100里尔。龙眼门甲嘉亚700里，这过来一个嘉亚，这是另外一个所在。过来是小湾300里尔，伫个碧湖甲河川的渔场名称如下：即寡渔场是为着佛罗摩萨居民的利益来服务出价上悬的人，其中也有无清楚究竟属伫个倒一个村社的，即寡将来搁再来查究。不过，原住民随时拢会当去即寡渔场来掠鱼。好，倒山骹称作吉拉潭的迄个湖，利益归新港社人，
152个。咸西港、咸西港溪甲直加人溪，包括萧人地区的边缘，一直到岸边。因为伫咧芒港南边的迄条淡水的萧人溪的溪口也同齐来发北，并且同意必须对迄条淡水的萧人溪每一礼拜4摆，对蛤蟆坎溪每一礼拜2摆。载运大量的鱼来萧人以每一斤10仙的价数来卖，北商得以用12只舢板以及鱼网、鱼钩等等充分的掠鱼的工具，踮遐来掠鱼，是202个。大目港溪又搁称作新港溪，发北条件是北商必须爱每一礼拜2斗。载运大量的鱼来新港，以每一斤10仙的价数出卖，是52个。好，以上小计69432个。麻豆港又搁称作刀锋，北商必须爱每一礼拜载鱼来麻豆，以每一斤10仙出卖。这个渔场旧年10月由牧师汉布鲁克承办1年。哇，牧师阁会使做北商加减赚。因此呢，这个渔场的北商自今年10月前半个月开始拔起，一直到1651年4月底来结束。合计是6个月半。事先将此事北商来说明，这是102个。卡西有湖，卡西有湖啦，以及附近迄个B，利益归伫洛杉矶是102个。瓦西港是伫咧芒港的对面是42个，合计69432个。哦，这个汉布克真够做生意。后来下面这个渔场旧年捌由牧师汉布克来承办，利益归伫麻豆社。毛港无溪又搁称作马底奥溪，是伫咧麻豆甲多乐国中间，32个。加迪亚卡溪是一条淡水的溪，利益归伫新港社，72个。达哥西曼湖伫咧那田的边仔，以及附近迄个称作多浪的迄个小 B 是202个。乌尼是麻豆溪，又搁称作麻豆港，内底一个渔场，是伫咧麻豆甲萧人的土地交界所在，由牧师汉布克私下拔出，私底下搁甲拔出去，条件是北商必须爱每一工载规个舢板的即个汉布克私底下拔出，伊这只应该是印刷加印一寡字，所以重复挑战条件是北商必须爱每一工载一舢板的鱼去麻豆，以一斤10仙的价数来出卖。若无将会每一斗罚款2厘尔，一直到28仙，什么意思罚款2厘尔到28仙，北商会当用20个人踮遐掠鱼，这是525厘尔，合计是69432厘尔。以上所有的白卖这个记录就是安尼。有5只胖船对偏湖来遮入港，合计做87个查甫3个查某，再来12只牛甲16只山羊。以上是4个19啦后手搁4篇咱今仔日读到遮结束后日再搁继续读。虽然4个无几篇，但是这个读到这白卖的这个日子又搁落转来。好，看卖应该无啥物看讲无啥物记嘛是
三年嘛是笔记写一堆吼，会真正有黄菜头，我真正毋知吼。安尼吼，人嘛讲出世线，咱读的迄个出世线内底吼，志勤因头捌有情变贼要去偷牵牛吼，对。我细汉真正毋捌看，莫讲偷牵牛，你看出世线内底迄种情变贼吼，去装头安尼，若敢若蝗虫有吼，若敢若蝗虫过境安尼，规一装头安尼抢吼，即种代志毋是小说内底尔。我捌读阮装头的，阮迄个所在有一个人有写一本日记吼。有出版啊，迄是家己私人出版的，可能毋知是啥物文化中心啊帮伊出版的，是阮新竹县的一个人所写的。啊，伊迄是大清的时代留落来的日记，伊迄当阵写就是迄当阵，伊讲贼仔来要抢，就是情变贼来要抢，对着一个砖头，即个比如讲今仔日日记讲抢到对一个砖头，第二工日记讲已经抢到隔壁砖头，第三工日记讲已经抢到因砖头，就是安尼一砖安尼抢的。所以这毋是小说尔，事实嘛是安尼吼。我较早读迄个日记就是安尼讲。好，咱另外讲庞蚕，庞蚕，我拄则讲庞蚕，大家可能毋知，庞蚕就是铁牛啊，庞蚕就是庞蚕要安怎讲，就是耕田啦吼。我嘛袂晓讲，蚌是一个动作，就是因为纺织有就是迄你长丝有若敢若一个迄水车轮子安尼咧转吼，会叫做蚌吼。蚌蚕就是迄个动作，就是安尼。好，这3年有写，恁再家己看吼。好 ，OK， 就铁牛啊啦吼。3年捌帮咱做一寡笔记，有兴趣家己看哈，我就无搁讲啊。咱来开房咯，感谢各位，欢迎大家吼，再搁继续来看。总是有一寡趣味的代志，若看到则我会加讲一寡吼。好，感谢各位开房。好，多谢多谢大家。好。Rise up this morning. 是针对最关键的细节部分依旧模糊不清，所以争议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大。南方当庭也表示将会继续上诉。咱们今天就来继续聊聊这个案子，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认？我一直以为这起案件结案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社会反响，毕竟这案子看起来影响力远不如去年的重庆胖猫案。我其实也没啥兴趣分析。不认可二审结果。经此一案，中国我一直以为这起案件结案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社会反响，毕竟这案子看起来影响力远不如去年的重庆胖猫案。我其实也没啥兴趣分析这案子，没想到4天过去了，我的读者们还在激烈讨论此案，让我颇有些意外。各位好，
不认可二审结果。经此一案，中国男性两性关系中的安全感还。各位好，今天4月20号，我是5月3日，吃了吗您呢？山西省大同市中级法院2025年的4月16号就山西订婚强奸案作出2审，也是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被告们习某强奸罪成立，判处3年有期徒刑。那么案件受害者是吴某24岁，案件的嫌犯叫习某是27岁。这两位呢，双方呢是2023年1月通过婚介平台相识，并且建立了恋爱关系。那么2023年的5月1号，双方在阳高县举行了订婚仪式。那么习某在订婚仪式上给吴某呢彩礼10万，还送了2个戒指，这2个金戒指呢7.2克，并且承诺结婚1年就在房产证上加上吴某的名字。那么订婚的第2天呢，吴某就按照当地的习俗回请习某和他的亲戚，请他们吃饭。饭后呢，2个人呢就一起去看婚房。那当天晚上呢，习某就试图和吴某发生关系，吴某明确拒绝我不想要婚前性关系，但是习某仍然强行和吴某发生了性行为。那么吴某在反抗过程中点燃了卧室的柜子和客厅的窗帘，想逃出房间求助，但是仍然被习某拉回这个房间。那么吴某后来报警，警方介入调查，习某就被刑事拘留。那么阳高县法院2023年的12月25号作出1审判决，认定习某明知吴某拒绝的情况下，违背他的意愿强行发生性行为，构成强奸罪，判习某有期徒刑3年。那么习某不服上诉。那么今年的4月16号，大同中级法院2审判决认定，吴某多次明确的表示不接受婚前性行为，案发时也有反抗，事后也马上报警，反映强奸指控的真实可信。再结合现场勘验、医学检查、电梯的这个监控录像、床单的 DNA 检验还有就是双方这电话录音的证据，形成了闭合的证据链，足以支持原判结论。所以大同中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基本上法院说，即便处于恋爱或者是订婚的关系当中，性行为仍然需要明确自愿的同意，任何一方的拒绝都应该受到尊重，订婚不构成性同意的豁免条件。那么案发之后呢，吴某就通过婚介平台退还了彩礼10万以及2枚戒指，但是习某又拒绝接收，但是习某又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彩。源于后天的努力，所以今天明天我休息。输在起跑线，忍一时心肌梗死，
退一步乳腺增生，骂一句海阔天空，打一顿延年益寿。成功源于后天的努力，所以今天明天我休息。输在起跑线上总比输在终点好，不用到处乱跑。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没有机会就别瞎准备。吃得苦中苦，事后人上人。干一行恨一行，360行，行行干破防。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风吹哪叶读哪叶，哪叶不懂撕哪叶。压力不会变成动力，只会变成病力。先苦不一定后甜，但是先甜是肯定甜。作为过来人，我的建议是不要过来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山不在高，有梯就行；水不在深，有鱼就行。活在五险外，不在山寨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爽。正义都能迟到，我上班为什么不能迟到？几千的工资，受着几万的苦，这就叫千辛万苦。我不是走投无路，我还有死路一条，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躺半路，就只管笑不关注。你说这朋友我们还怎么处？比方会有讲说他们的竞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有一点的确是不一样的。无息的人才引进政策大家都看着了。A1类人才能拿500万的购房补贴，前提是你需要有诺贝尔奖。A3类人才能拿150万的购房补贴，但他要获得赫普利奖、图灵奖、菲尔。来，张开嘴，对着镜子1分钟教你学会看舌象。舌中代表脾胃，舌中有裂纹说明你的脾胃虚弱，舌中凹陷脾胃气虚，舌中舌苔黄腻是脾胃湿热，舌中舌苔白腻胃脾虚寒，痰湿重。舌尖代表心，舌尖发红说明心火旺，舌尖凹陷说明心气虚，舌尖淡白说明心血不足，舌尖有红。第三帝国的军装究竟能有多帅，以至于到现如今仍被视为难以逾越的设计巅峰。当德意志青年为获得那套剪裁精良的制服而狂热应征时，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战争机器的动员能力，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视觉征服。曾经历美术学院入学考试失败的帝国元首希特勒，以其独特的艺术洞察力亲自督导军装设计，将普鲁士军事传统与现代工业美学熔铸成震撼时代的战袍。相较于盟军制式服装强调实用至上的设计，轴心阵营中意大利的杂乱配色与日本呆板的招募式军服，德意志军装以其严谨的方镜比例与象征权力美学的视觉冲击，成为战场最致命的诱惑，为完美展现日耳曼人种的优越体征。帝国设计师开创性的一部高级定制概念，每套军装皆根据士兵3维数据进行立体剪裁，采用收腰38厘米的沙漏型版式，配合加宽12厘米的垫肩结构，塑造出古希腊雕塑般的倒三角轮廓。普鲁士传统双排扣设计与现代功能性结合，前襟以17度倾斜角延伸至髋骨，搭配采用像牛皮鞣制的齐膝马靴，使士兵无论骑马行军或持枪立正时，都能保持雕塑般的威严仪态。党卫队特别定制的黑色制服，由柏林百年裁缝部 Hugo Boss 报道，其0.1毫米误差控制的立体剪裁工艺，至今仍是高级定制领域的工艺标杆。在材质选择上，国防军彻底摒弃同盟国普遍采用的卡其布，全部选用萨克森地区特供的金纺羊毛。这种每平方米仅重280克的战体衣料，经拜尔公司特研的灰绿色偶氮染料处理后，既具备光学稳装功能，又维持着皮料特有的垂坠质。军官礼服用金银线刺绣的鹰徽，采用0.3毫米直径的库尔特施泰因公司特制绣线，每平方厘米需手工穿刺120针方能成线雕像。标志性的 M35型钢盔，经莱茵金属工程师流体力学优化，其抛物线曲面可将7.92毫米步枪弹偏转角提升至28。军装细节处更是暗藏玄机，腰线处的隐蔽式弹药带采用磁吸开合设计，胸前的立体贴带以15度斜角内收，既符合人体工程学又形成视觉延伸。领章镶边的铝丝滚边精确控制在0.8毫米宽度，在阳光下可产生独特的金属光晕。这些耗费帝国财政3.2亿马克的视觉工程，最终造就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具美学征服力的军服体系。每套制服需经过87道工序，耗费42公时制作完成，其精良程度甚至让缴获他们的盟军士兵私下收藏。当这些移动的青铜雕像列队行进时，确实构成了那个黑暗年代最摄人心魄的战争民族情怀。第三帝国的军装究竟能有多帅？以至于到现如今仍被视为难以。
易逾越的射击巅峰。当得一长沙的老人摔倒，有49个人救过，直到他听着呼气都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也没有人打110、120。有人肯定会说打个120或者110啥的也没啥问题，呀，太天真了。我说个我自己的真实，冬天时候我看见有一个人躺在路边就打了。已经做好了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准备，这个意思就是基本上是委婉的承认调停已经失败了。尤其是前两天苏甲的这个苏甲死了那么多人，以及乌克兰立即对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实际上，川普来调停的这段时间，就像我前面老早说过的，不但不会结束战争，反而会让战争更加激烈。那么下一步这个局势怎么演化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应该是分为2步。第一步呢，美国朝野上下最终会意识到，在现在的情况下呢，相互妥协达成调停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可能性能够实现和平，那就是一方彻底的打服，一方彻底的打败，只有这一种可能性来实现和平。那么到底是哪一方打赢，哪一方打输呢？对美国来说呢，就面临2个选择。第一个，他不管了，欧洲你爱咋咋地了，那他就上不了牌桌，他就下去了。第二，如果你还想上牌桌，你只能再回过头来援助乌克兰，让乌克兰快速的结束这场战争，把大俄彻底打趴下，打到他内乱为止，打到他经济崩溃为止，打到通货为止，只有这2种可能性。那么美国可能退出牌桌彻底不管吗？其实根本不可能。所以最后呢，几个月之内，他又会调出来再去援助乌克兰，直到把大俄打趴下。美国准备放。太极了，还有了，他后期看病的，他就是口温，就是你在家里一到晚上，他防你防可狠了，就跟防贼似的，一直跟他妈联系，晚上睡觉他妈问你睡觉跟联系我啊，这分的处还处1年，不如去过礼，往2边就是办酒席，但没领结婚证，办完酒席啥都完事了，结完婚就不让碰。你从头到尾没有领证是吗？对，农村那阵儿领证岁数小不让领嘛，我这18处的19这不够不退，我也被告了，喝多了，我也不可够。你当时到底碰他了？农村碰了，肯定碰了，都可能被告啊。起诉警察这一般都是让就地调解，经过妇联，农村得有妇联，你知道吧？这是经过妇女主任调解，男方这妈他没经过妇联。这你那个事儿最后什么结果呢？正常诉讼，彩礼倒回来了。哦，那还可以吧？你这个不算人财两空呀。6万彩礼赔了是拿了4万。可以，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也跟他发生性行为了，然后他告你强奸。对。酒席都办完了。你这个事情如果说真的闹到法院的话，有可能也不会判你强奸，因为你看我们下面硫酸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实际上是有事实婚姻的。没有结婚证不好使到法院啊，我打过。你问过了，没有结婚证都不算，都没有办法判你事实婚姻。都不算。还好当时妇联主任出来帮了你吧。我这时间长啊，我这个要是现在的，在我之前我那是30来年，我现在39了，20多年前了。那就很重了。现在结婚了没有？那就判我这辈远了，结了孩子都有了，太结了还有了。他后期看病的，他就是口温，就是你在家里一到晚上，他防你防可狠了，就跟防贼似的，一直跟他妈联系，晚上睡觉他妈问你睡觉跟联系我啊，这害怕。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其实只是胆怯，她的这种胆怯有可能是害怕，有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疾病，也有可能是她妈给她洗脑，一直跟她说贞操很重要，贞操很重要，对吧？你们懂的吗？妈妈一直在。他妈就吃了这个亏。对，一直应该这样。对的。但是我们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这个女方的妈妈，因为这个最后报。这还是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就是在盆里先接点温水，然后再倒一点点熟，再加2勺这个爆炸盐，用手搅拌，发现这个方法不管洗啥都很轻松，就像白衣服白鞋子，用它泡一泡就跟新的。这还是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就是在盆里先接点温水，然后再倒一点点熟，再加2勺这个爆炸盐，用手搅拌，发现这个方法不管洗啥都很轻松，就像白衣服白鞋子，用它泡一泡就跟新的。这还是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中国的大局
轮基本敲定了，中金统计中国总资产790万亿，国企占到了360万亿，占到了45%。而中国内部的有钱人260万亿，占中国总财富的36%，国有企业呢占到了45%，中国前100、前1000这些大富豪占到了260万亿，占中国总资产的36%，剩下的全中国近1个亿的中产阶级占到了中国总财富的13%，剩下的13亿人占中国总财富的3.几，整个中国的财富基本就这类。来抖音极客版，看视频现金。中国的大局呢，基本太可怕了，中国的男人也养不起家了吗？经济学里面你知道有个概念叫做劳动共同体，就说一个家庭里面啊，当有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他能养得起几个人？经过调查，美国可以养得起4.8个人，德国、法国、英国可以养6.8个人，就连隔壁的日本也有3.8个劳动供养率。所以你发现这些国家吧，特别是欧美啊，就有很多的全职太太，家里也会生好几个孩子。哎，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劳动供养率有多少吗？1.1。也就是说，不管男女，别说什么养家养孩子了，都只能勉强养得起自己了。那反过来，如果说家里有一个人没有收入的话，这个家庭就极少全国范围内月薪1万的人只有3%，全国14亿的人口，有5.6亿的人月薪都在3500以下的。而且现在这个经济环境吧，就各行各业都在降本增效，就连外卖员啊、快递员啊、搬砖工，现在收入都高了。那你就更别说那些一直是高薪资的 IT 行业了。那这几抽烟吗？不抽。喝酒吗？不喝。熬夜吗？不熬夜。家属回避一下。大夫，他怎么了？没事，他就是有点嘴硬。你肾虚。你放屁。我能治，只要你积极配合。抽烟吗？不抽。喝酒吗？不喝。熬夜吗？不熬夜。家属回避一下。大夫，他怎么了？没事，他就是有点嘴硬。医生，我怎么了？你肾虚。你放屁。我能治，只要你积极配合。抽烟吗？不抽。喝酒吗？不喝。熬夜吗？不熬夜。家属回避一下。大夫，你怎么追尾了干啥？你这一车货都烧掉了。报警报警！Perhaps one of the Trump nominations that I'm most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下没有，你问他有没有吃饭，他说他。信じがたいことですが、世界中の80億の人々がほぼ同時に突然死亡しました。潜水中だったジョージは数少ない生存者となりました。この時、ジョージは何が起きたのか知りません。彼が呼吸器を外した時、緊急さが襲っていました。再び呼吸器を装着するまで、その感覚は消えていました。初めは水中に長くいたためがジョージが呼吸器を外しました。この時、ジョージは息と息ができないことを感じました。それだけでなく、街中のあちこち
生存者を一人も見つけることはできず、酸素ボンベもほとんど使い尽くしていました。仕方なく、二人は町で最も高い場所へ向かいました。アンナは持っていた救難アラームを鳴らし、ジョージは手元の信号弾を発しました。しかし残念ながら、煙が消えるまでの間、彼らの救助信号に応えるものは現れませんでした。死を覚悟しかけたその瞬間、近くの空に突然一輪の花火が咲きました。これを見た二人は興奮を抑えきれず、急いでゴーカートを運転して花火の方向へと向かいました。2時間後、二人は郊外の別荘に到着しました。しかし、別荘に入った時の光景が、二人に絶望をもたらしました。